来看台湾文学作家陈雷伫加拿大的时间6月27白逝，食到86岁。虽伊人长期拢伫国外，也毋过伊对台湾的政治社会是真关心哦。伊嘛捌做过台文通信的主笔，对台语文的运动有真大的贡献。文化部长李婉是真感谢陈雷，一生拍拼推动台湾台语文学，见证台湾的历史，嘛开创战后台语小说的风格。为文学技术来讲，第一需要母语文学，才会当写了真水快。第二，咱爱有台湾文化、台湾语言的主体性伫进内面。第三，你写的都是台湾人的人情世故。台湾作家陈雷认为，台湾文学的理想条件要有这3项，这是伊伫2023年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发表的看法。陈雷自1980年代就开始台文创作，伊写的《永远的故乡》《乡树宝记》等等，嘛拢是台语文学史、台语小说重要的经典。最近发起台语文教育基金会特别颁发终身贡献奖予陈雷，感谢伊一生为台语文学的拍拼。陈雷伫加拿大时间6月27过身，食到86岁。伊会使讲，就是咱台湾近代史的一个缩影啦。当然，伊嘛是会去探讨着台湾人伊的核心的价值、伊的文化的价值观，免啊建立家己一个文化的一个主体性。陈雷的本名是吴景如，祖籍是台南麻豆。伊自1973年伫加拿大开业做医生，虽然长期伫外国，不过伊特别教用乡里故事、民间奇闻结合政治和社会事件来陪伴政府，嘛实践以并不足观点来重新建构台湾史观的文学题材。为了推广台语，1990年代，陈雷嘛参台文通信创办人郑良光共同发行杂志，栽培真济台语文作家，嘛对台语文运动有真大的贡献。伊即个刊物伫个即个加州美国加州来 LA 来创刊，所以第二档就是感觉讲需要伫个台湾来推动是搁较要紧，所以就甲咱这边前卫出版社搁落尾有即个几个友志，就是做即个台文通信、台湾总联络处的工课。陈雷一生投入台文创作要40年，嘛累积真作品。编团表示，为着要纪念陈雷这位重要的台湾文学作家，打算要伫今年11月举办陈雷台湾文学展，也有对书会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